美国上大间的航空公司美国航空昨平安暝透早7点传出不明的技术问题，全国超过3000架国内线的飞行机是全部停飞，1点钟过后才陆续恢复正常。 美国纽约的机场客运等着报道的旅客，每一个人拢想要伫平安暝准时坐上飞机，返乡甲家庭度过耶诞节假期。全美国上大的美国航空公司，说伫上无用的耶诞节进前，传出不明技术问题，造成所有航班要停飞情况。 I was very anxious when we woke up this morning and we heard it on the news. We were afraid that we wouldn't be able to get home for Christmas. But we were able to. We got here and our flight is on time. 外国媒体消息指出，美东时间24早起7点左右，美航宣布境内3300个航班暂时停飞，有个受影响的旅客达到几啊千人。美航声明除了表示是技术问题造成停飞，并无表示确实的原因。根据CNN引用美国联合飞行员协会报道，美航的飞行操作系统出现问题，造成航班延误。 飞行系统处理航班的飞行，包括操控航班起飞、甲乘客登机等关键事项。美航向联邦航空署 FAA 请求全面停飞航班，好甲在飞机伫1点钟了后结束。FAA 也随即解除停飞指令，美航恢复正常起降。 Today, there'll be probably a busy day for travelers. For now, our flight leave at 4, I think, for today. So for now, no delays. 部分美航乘客透过社群媒体发文不满行程受影响，不过也有乘客表示，2点钟到下当排除问题已经真幸运啦。根据飞航分析公司 Siren 指出，代志发生迄天，美航有19个航班取消，符合航班取消率大约1%的常态。另外，只有37%的航班准时起飞，不过延误时间拢控制伫2点钟之内。美航第一站停飞也牵动股市敏感的神经。 美航股价伫开盘进前捌跌超过0.3%，不过收盘是小可起0.58%。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